大学学测今年有12.1万的考生，今仔日是头一天，考数学 A 甲自然，分别有9.2万甲8万人来考。高中老师分析，数学 A 偏旧年是加较难，顶标、前标的分数可能会降低。因若自然考是下两项的素养题目，就要斟酌看，才有法度找到答案。大学学测第一天9.2万的考生选考的数学 A 上大先举行，拢总20题。有考生讲，一个开始单选题就卡掉的。选择题比手写还有填充难一点。你觉得比混合题还难？对啊，我自己是用别的解法，所以我觉得的确第二题会比第三题难一点。台北市高中数学科教师群指出，今年数学 A 也是每一个大题由简单到困难，不过若是困难的伤久，就会影响后边作答。而且今年需要理解数学观念较侪，不少题目爱甲题目讲的画作图表，增加破题的难度。在平常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不熟悉自己把题目转成图形化的时候，这份考卷对他来讲难易度就提升不少。高中老师认为数学 A 比去年较困难，顶标也是前标积分可能降低。第二节考自然拢总共7题，全教会自然科评论教师群表示出题用心，4月初3大题当空瑞风台等时事入题，看考题袂少，较注重素养。整体来讲有较困难，伊个分数可能会比去年降低。就现在高1、高2的学生，真的鼓励你们学习不要偏食。有些题目不要太排斥，说它是属于物理或是化学或生活地科，该学的该去把它给理解的，就努力去试试看吧。大考中心表示，学测头一天无传出重大违规，无查有效证件的违规上侪。不过特别提起数学 A 的时阵，有2个考生考试的过程有查手机而且伫使用，按照规定会当加重扣分，也是无算分。另外，伫数学 A 甲自然分别有9件甲8件突发伤病，启动备用考试场来考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